高雄的轻便铁路通车了后，经过的大顺路汽机车的停车格取消900外个哦，即马拢会红线，因为即马是真歹停车，嘛影响到附近店家的生意，和店家是真怨叹。来到大顺路轻铁路段，路边停车格拢停满，着汽车违停伫红线人行道。店头家表示，这是遮逐工拢会出现情形，因为自从轻铁通车，交通局是取消918个路边汽机车停车格，连面就影响沿线店头生意。因怨叹讲，自从轻铁开始动工，人客就减少，生意是影响5成。就是每一个人客来，拢会讲恁遮足歹停车，非常歹停车。那我大概腰斩，就是最少一半这样子。我无感觉不足，因为甲这个停车位留互这个行人吼，较好行路。大顺路沿线大部分拢是红线，店头就怨言。交通局回应讲，轻铁通车嘛有零调商机，目前陆续规划停车场、人行道设置。毋但伫大顺路遮尔，佫有高雄、高港、博爱路等等的所在，完工了后会增加7000外汽机车车位，来解决停车格无解问题。爱河之新站就凹子底旁边也有一个地上权设定的一个开发案，那边也会增加停车位，所以这些完成以后呢，我们预计会增加大概2800多席的汽车停车位，那还有4400多席的机车停车位。不过店头家表示，目前轻铁通车人潮营业未感受到，希望政府爱重视停车格问题，也是宣传倒位有收费的停车格，若无人客拢唔知影，会影响因的生活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